这个中国的军机连续天伫台湾附近的空域来演习，甚至驶过海峡的中线。空军第6联队虽然无这个战斗机，嘛是派出着空中预警机甲反舰机到前线来监控着对方的行动，要来捍卫咱的领空。E2K 空中预警机架空冲场急速下降，要演练撇开地面火炮的攻击。加速！中国军机军舰进前进入台湾西南边海域操练，P-34嘛拍开机北的舱门，模拟对敌军的舰艇弹鱼雷。3架C-130运输机摆一个秘术是大像咧散步500公尺冲场真简单，说来是超架空冲场，离地面敢若2个链的悬度。C-130真少咧点功夫，因为空军第6混合联队。第10大队甲第102中队是今年度的国军模范团体。我们的任务非常的繁重，有外离岛的人员疏运、物资运补、空降、空投，跟前一阵子的人工增雨。相信只要台湾跟国人有需要，我们136部队都能全力以赴。不管是在沙地、雪地，还有一般特殊的一些道面，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做起降动作。中国军机连续4天伫台湾附近的空域的演习，甚至超过海峡中线。空军第6联队宣布战斗机嘛进入到前线。P3还有E2预警机在第一时间，我想我们在重点的海域跟空域，长时间的来监控、来监视在这些敏感海域相关的这些共机的动态。空军伫今日透早进行连续操演，为反舰机到运输机，空军兄弟保护领空袂输人。